哦，新年大庙济安宫请水活动，请水活动就是来到遮啦。集水溪的溪岸边，集水溪溪岸边这条路吼，你看去控这护岸吼，控到遮水啊！啊，要看这个土地佮整理到遮好势啦。哦，佮用这个芦土机佮整理到真好势。你看正前方有看到火苗跑出来，有没有？火苗上飘。哦，那个就是办仪式请水仪式哈，办请水仪式，烧金纸啊，烧金纸的地方原来就在集水溪的河畔呢。这边有一座桥呢。这个，哦，你看这里都有痕迹，你看都有烧金纸的味道。你看这里有烧金纸的味道，哦，这里烧金纸。哦，原来这里还可以下去呀。哦，比较靠近那个水。哦，你看那边有桥，那边有桥梁，有可以通到那个柳营的那个桥。啊，有看到吗？哦，这里都有整理过了，整理得很干净，很容易活动了。哦，办请水活动是在这边办的，在这个新岭集水溪的河畔哈，就刚好在那一座比较低矮的小桥，低矮的桥的旁边哦。从那个堤防的下坡路下来，哦，来到这边，就在这个集水溪的河畔哈，这算是北畔了哈。这边有举行请水的仪式哦，这是新宁大庙济安宫哈，好多神教哈，真武殿上帝公庙哈，神教有参加活动，好多大庙的神教都有参加绕行活动。哦，请水仪式啊，有很多神教，还有看到鸡桶，来到这个集水溪的河畔这边哦，就在这一座桥的东边这边举行这个请水仪式。然后你看，就在河边有插3支那个竹竿，竹竿上都有贴金纸，贴符咒金纸。哦，这座桥平常会有人在那边钓鱼的。中华民国105年，今天农历10月15，就是下元节，水官大帝禹帝哈这个圣诞的日子。通常柳营带天链都会有活动的，供奉游王公。每年新营的大庙都要恭迎游王公、禹王公回新营，举办这个请水的仪式，就在这个集水溪哈。哦，集水溪的河畔旁边，你看这附近的土都要整理得很干净。你看还烧金纸烧金纸哦，纸灰都飘上来，你看，烧金纸点点的火星哦，都会飘上来的。今天可能是国历11月14号了啊。中华民国105年，公元2016年11月14号，农历是10月15号下元节。在这边是集水溪的河畔哈，是北边的堤防，然后有桥，比较低的桥这边的东边。